風台天過後，在基隆大埔崙山坡發現有3隻被廢棄魚網仔填掉的刺殼仔，是強迫絕種保育類的這個野生動物，一隻死亡，另外2隻有救倒轉來。就這救援團體表示講，這外這2隻已經送到救傷中心治療，若死去的海龜也會甲伊驗屍。因若講呢，逐件救到這海龜呢，有一成是去互這魚龜填掉的。環保團體也呼籲政府愛甲這拖網仔、魚龜等等徛名管理，這當避免業者烏白拼來降低海洋生物受害幾率。這裡崩到了，對，它崩到那邊了。大繩的部分。救援人員細緻甲填佇咧刺殼仔身軀頂的廢棄魚網仔透開，這是互台灣列作第1期要絕種的保育類野生動物。保育風台過境了後，12基隆市政府咧清理大埔崙山坡海洋廢棄物的時，有民眾甲救生人員發現有3隻刺殼仔互廢棄魚網仔填條條，不過干那2隻有救倒轉來，另外1隻在發現的時就已經死亡。這3隻其實真的都是被漁網纏得非常緊密，就是它完全無法脫困。那如果沒有因為颱風衝上岸的話，它也許在海上也是一直被這個漁網纏繞，它可能是沒辦法逃脫。救援團隊表示，有救起來的刺殼仔已經送到海龜救傷中心治療，死去迄隻賣解剖，希望釐清死因。根據海保署的統計，2025年到2026年，攏總會收屬於7.7公噸的廢棄魚網仔。不過，民團認為，反正有更較濟是留佇咧海底，無計算到。彰化跟彰化到花蓮以北範圍的擱淺海龜的資訊都調出來看，那廢棄漁具或者是漁具纏繞的情況，大概是10%左右。那協會一整年會處理到150隻到180隻之間的，所以大概就是15到18隻的量。像2024年就有300多隻的海龜，是因為可能像誤食、漁網纏繞，或是誤捕等等的，造成我們這些海龜的擱淺，甚至是死亡。民團嘛講，目前政府干那放鏈仔有徛名制度，透過標示來減少魚民烏白等網仔，伊嘛呼籲政府應該甲拖網、籠具等等魚龜列入管理，才能減少海洋生物受到傷害。記者郭金宏、志剛台北報道。